在今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同心来敬拜神，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信仰的告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神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跟盼望，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要不断的在炼净在熬炼当中，我们会突破许多的困难。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命是那么的微小，那么的不足与软弱。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心中的重担交托给神，神必定在我们难过的时候，要将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重新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炼净过的生命，在神的生命里面所赏赐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突破，来回复到神所创造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光做盐。充满盼望。
紧迫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我们在音乐进行当中，我们继续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在遇到难处、遇到生命的困难、遇到环境的变化、遇到我们自身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从主得着力量，从信心的依靠里面，将我们的重担、将我们的忧虑交托给神，让我们每一滴所流的泪水，就像诗歌里面所说的，最后能够化为生命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命的主权需要交托给耶稣基督。我们在顺服的生命里面，神要带给我们更美好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宝贵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的喜乐。但是我们有软弱，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时常依靠自己，我们依靠的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乃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每次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赐给我们力量；在黑暗里面，你要赐给我们生命的亮光。当我们在走在神你的恩典道路上，你要用你的双手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扶持我们，得着生命应当得着的荣耀。主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要一起从神的话语，透过蔡尚恩传道所传讲神你话语的恩典的话语，再次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在生命的破口里面重新得着弥补，重新在恩典的宝座面前再次得着救恩的快乐、救恩的喜乐。主啊，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愿你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才华和技艺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
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牧师在这边来做大桥教会的消息报告。我们在下周也是我们本月的最后一周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华语跟台语礼拜合并举行。那也请我们的小组长还有我们的3位小组长同工，能够一起在会后，我们一起到牧师办公室，能够参与这个检讨会跟祷告会。我们在社区音乐班在11月份即将展开。如果在我们的左邻右舍有朋友、有家人、小孩是在中班到小6的年龄我们都欢迎他们一起来学习音乐的学习造就课程。好，我们继续为台湾这个花莲光复乡，其实这个堰塞湖堰塞湖不是只有一个地点，堰塞湖是一个这个地形的积水反应积水的地形，所以在花莲的地区这是一个台湾是在重整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所以也期待我们为花莲地区的这些灾民，还有我们的政府官员，他们能够有智慧来做这个国家的治理。那也为这些灾民的奉献，如果你有感动的，也请在这个我们的划拨账号里面，你自己可以把它划拨到这个地方。那这是安全的。我们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基金会，他们是会为我们做把关的所以请放心。如果你在这方面有负担的，也请能够关心这些灾民朋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蔡尚恩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信息。他今天的主题能够我觉得非常棒的主题，下一页是对话跟隔离。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对话，但实际上我们却并不是真正连结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达到对话的果效。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蔡尚恩传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我们要来讲2种文化，2种完全不同的2极的分化。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你觉得文明有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很难回答，对不对？其实，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又好像应该这样讲，反而是离耶稣基督的真理越来越远。所以今天这2种文化听起来会有一点点深，但是我个人感觉非常的重要，可以让我们更理解我们目前现在的处境。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处境之中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充满了各样的对立。如果你打开新闻社群媒体、社群平台，你看到的常常都不是理性的交流，你看到的是什么？互相彼此之间激烈的在对骂，甚至互相替对方贴标签，互相攻击。在这一种的气氛下面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产生了一种更进阶的，叫做取消文化。什么是取消文化？简单来讲，它就是透过网
肃哦，而且很公开的一个羞辱的行动。它的目的是将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排除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之外，要去抵制它，要去封锁它。而被取消的是什么呢？很可能是任何人，也可能是公司，甚至是一种思维或观点。重点就是要让，比方说让他的工作，让他的名声受到严重的损害，或者是让这个公司倒闭、关闭。只要是冒犯到我的言论，我就可能会怎么样？想去抵制它，它就瞬间变成公众的攻击目标。其实这种公开羞辱或集体排斥别人的做法，不是现在才有的，历史上很早就有类似的。历史上，比如说在那个希腊的雅典，有一种叫做陶片放逐法。公民他会在陶片上面写上我想要放出城的那个人，写对方就会被赶出去哦。统计多少，他们就会算。当某一个人超过6000票，那一个人就会被驱逐出城，10天内你就要搬出这个城，而且你没有机会替自己辩护，因为是投票结果，没有机会辩护哦。所以后来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渐渐的这个大家陶片放逐法就被评价，就被取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非常正直的政治家，大家都很喜欢，叫做 Aristides。Aristides 呢，他有一次就是他们又要举行城门口又开始投票，就有一个不识字的一个人就拉住他，先生，你可不可以帮我写那个？因为他不识字嘛，帮我写名字。好，你要写谁？我要写 Aristides。Aristides 就愣了一住，好，但是他还是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了，然后拿给那个先生，然后他就问那个先生说，你为什么要投他？他就说，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只是我一天到晚都听别人在讲他有多政治、多公平、多好，我听他一生呢，我已经听到腻了。所以大家知道陶片放逐法有时候有什么缺点？有时候并不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好人就安全无事了，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可能我们是因为不喜欢他，就把他驱逐出城。到了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有类似的做法，叫做绝法。绝法就是赶出教会。一个人你要想想看，那时候是什么？基督教的世界，欧洲基督教的社会嘛。一个人被赶出教会，他除了不准领圣餐，不能参加教会的圣礼，当时的社会环境，你几乎等于跟社会也隔离啦。你日常生活就很难维持，不只是民生受损，遭人排斥，你可能日子也变得比较不好过。当然啦，无论是陶片放逐法还是教会的绝法，它真实的目的是不是处罚？其实不是，真实的目的我们是期望对方能够悔改，能够改变。所以像是雅典的放逐，他放逐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有做了什么好事或什么，我们就重新把你带回来。中世纪的绝罚的人你只要认罪悔改，教会赦免你 ，OK， 你就可以重新恢复位置。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种传统的处罚，除了处罚，它还有更进一步的，就是我要保留给你一个重新悔改的空间，让你重新被接纳进来。但是现在的取消文化其实就不同了它对人、对公共的讨论、对社会的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是全面的。比方说呢，取消文化大概流行自2014年开始，从美国跟欧洲一起流行有一个叫做 Me Too 的活动，另外一个活动叫做黑人的命也是命或黑命贵。Me Too 跟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两个运动，它的确让有一些在高位的人为了他的所作所为付上代价。但是很快的，这种点名或者是抵制的做法传开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了更大范围的公审或更有争议性的现象，甚至变成了很多的社会都借由这个来做一些他们想做到的事情，就是不符合你大声的人，应该说不符合，讲大声不好听，要不符合你弱势的人。弱势一定真的弱势吗？不一定。不符合弱势声音的人都可能被人公审，被人贴标签，被人彻底封锁。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一定很熟的人
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他因为替女性发声，他认为跨性别不是真正的女性，你不能够参加女生的比赛、女生的竞赛，因为跨性别有太多生理上的优势。结果他就被严重的点名攻击，甚至常常收到死亡威胁。所以你想想看，只要言论不中某一些人的意，就会被看作敌对，甚至被取消。而且这个跟古代的绝罚还是放逐文化不同，现在的取消是即时性的是全球性，而且我们现在有网际网络，透过网络的存档会留下永远的记录，随时搜寻到你都是这个记录。所以每个人的未来，我们为什么那时候会有所谓的希望人悔改能够回来？因为我们认为人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最终希望每个人都能到上帝的天国的道路。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最后的进入天堂的前一刻，你的道路都还没有确定。你在进去之前，你都有无限的道路，未来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取消文化就将人未来的可能性定死了，因为网络的永远存档，因为变成永远的一个记录。也许你只是一时的失误，或者是一句话，你被人断章取义，网络有可能怎么样？无限的放大，把你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讲，变成永远抹不掉的污点。所以这个处罚原本是纠正错误的手段才叫处罚，因为希望你可以认错，希望人可以改变。但是取消文化的立场下，网络将人贴上了永久的标签，变成了无法逃脱的终身审判。这个不断偏离了传统正义论所谓的我们希望容许人能够变好，容许人能够改变的观念，而且使人失去了重新来过的机会。而且取消文化在公共场合也会变成寒蝉效应，大家就不敢畅所欲言了。我不敢提出疑问，甚至不敢承认错误，也不敢开一句玩笑话，生怕我不知道有哪一句话我会得罪了人，但是我没注意到。结果变成什么？就是嗲嗲没有你安静的人变成了大多数，少数嘻嘻哗哗的声音反而去恐吓了大多数。真正的讨论，彼此之间的对话没办法展开，这个社会就真的很难去健康的进步。所以美国自2014年经过了这10余年来的取消文化，现在调查超过60%的人发现，这种取消文化并不见得真的是好的反而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呢，取消文化往往也会演变成不讲理的网络暴力事件。为什么？你想想看，有的人说我自己被怎么样了，大家就先入为主的相信，他跳过了调查，跳过了证据，跳过了程序，一窝蜂的群起攻之，所以充斥着网络霸凌、骚扰或死亡威胁。很多时候，我们群众根本没有看清楚真相，就凭着片面的讯息草率的定罪。对于被攻击的目标而言，他经历的不是合理的应对应答，而是被数位暴民追杀。所以根本来看，取消文化反而是什么？跟处罚不一样，它是不容许道歉，不赦免人，不相信人会成长、会改变。他将对话直接关起来，直接替你贴好标签，将这个人永久贴上坏人的牌子，塑造一种我只想将人赶出去，赶离这个社会，赶离这个世界，关起来，不想要对话，我要一个纯净的只有我声音的世界。这种伤害绝对不是对当事人，你旁边看的人会不会怕？其实你也会怕，心惊惊因为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烦恼，万一有一天我们哪里做错、说错话、站错队，就被群起攻之。这种恐惧侵蚀了健康社会应有的安全感。如果没有安全感，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话？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建设性的对话。那取消文化既然是反对话，既然是不要对方悔改，也不要对方改正，而是要封住对方的嘴，把对方踢出局，那么它变成一种什么？暴力，叫做非理性暴力。它真正的就是让公共的对话变得不可能。
所以前教宗方济各他讲了一句话，他表示什么？他表示取消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殖民，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空间。这句话其实讲的真的很严肃，结果教宗他才讲完了1年多，就发生了一件我觉得非常令人难过跟震惊的事情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近期的这个悲剧，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公众人物叫做 Charlie Kirk， 他因为他的政见比较保守，他在校园里头推广的时候，他跟学生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呢，遭到一个主派的狂热者枪杀了，仅仅是因为不同意他的观点，就企图置人于死地。所以很多的评论就严肃地提出来，这种一言不合就暴力灭口的行为，就是取消文化发展到极端的写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整个公共空间已经变成从真理说理变成了取消。我们人们不再寻求真理与对话，只想要强迫思想一致。这不是社会问题，这是灵性上的危机。因为共同维护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开始毁灭，比如恩典，比如宽恕，比如相信人会犯错，但是人会悔改、会成长的观念。所以难道我们只能够陷在这样撕裂的光景中吗？有没有别的出路？有的，感谢上帝，耶稣他就示范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对比取消文化，我们可以称它叫做 calling， 邀请文化。这种方式强调的是什么？关系的复原跟教导，不是公开的羞辱跟排斥，它往往是透过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的。好比耶稣他走进屋子里，他坐下来，跟人面对面的恳谈、交谈一样。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让公共人物看你的不好行为，斥责你，他是透过对话的方式教导、建立关系。他将一个人邀请到一个更好、更正确、更美善的道路中。在这个方式里头，就算对方讲的跟我意见不合，对方讲的不一定对，只要给他机会沟通对话，他甚至我们都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改变、一起变得更好。简单来说，什么是取消文化呢？取消文化它的目的就是排斥跟处罚。那什么是邀请文化？邀请文化的重点在于关系跟复原。所以取消跟邀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处境。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太福音9章第9到13节的场景。这段经文生动地描写了一幅张力十足的画面。我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耶稣他参加宴席，他除了跟门徒，周遭居然是社会上最看不起的一群人，那些税吏抽税的，那些各样的罪人。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餐桌上，耶稣、门徒跟别人看不起的人坐在一起，名声不好的人坐在一起，大家很欢喜的在交陪在吃饭。但是在门外不远处，站着另外一群人，法利赛人，他们远远的看着，心里就北宋，非常的不爽，很藐视法利赛人满脸疑问，甚至生气。他拉着耶稣的门徒，故意大声质问，这也是讲给耶稣听的。你们老师为什么跟那些抽税的，为什么跟那些罪人一起吃饭？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屋子的气氛立刻变得很不好。其实这段经文完美的展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我们叫做隔离，另一种我们叫做对话。这个不仅是2000年前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还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如今取消文化这个风气这么的盛行，我们要怎么回应？我们是不是要顺从他们呢？我们要筑起很高的围墙把那些跟
隔离出来，封锁、删除，我只要自扫门前雪，让我自己过得干净舒适就好。还是要效法我们的主，我们勇敢的去走进去人群里头，跟这个被世界，甚至可能被我们自己所嫌弃的人来做对话呢？我们先回来看看法利赛人的立场。其实法利赛人会这样的反感，他们并不是无理由的坏心，而是他们自小他们就养成了一套宗教习惯，所以对他们来讲，圣洁的方式就是跟那些世俗不干净的人分别出来，也就是隔离不干净的人、不干净的东西。在他们眼中，哎呀，那个抽税的啊，你们是替罗马政府服务的，你们是欺负自己人的，讨厌你们，你们是坏心的啊！还有很多罪人，比方说有人是身体有残缺的，拍卡拍球，理解意思吗？手脚可能有残缺，甚至瞎眼的，不好的，有一些则是被仪式定为不干净的人，这些人就要分别出来，他们没办法守到仪式嘛，所以这些人跟他们一起吃饭，法利赛人的眼中看来，污秽肮脏，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严格的隔离，来确保自己是干净的、清体、干净的、洁净的。所以法利赛人的点名文化是什么？当他们看到耶稣竟然跟那些税吏罪人一起吃饭，他们的反应就是公开点名。他们当众跑去问耶稣的门徒：“你的老师干嘛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做了几个动作，我们来看，他什么动作？公开质问，保持距离，定人的罪。这个是不是就是现在的取消文化？对不对？法利赛人故意在众人面前大声的质问、挑战耶稣的权威跟清誉，所以他们的信仰就建立在隔离的上面。为了保持洁净，我们跟不洁净的人划开界限。耶稣，你居然打破界限！你既然跟这些人做朋友，跟这些人吃饭，他们就想透过点名批评来加强他们设好的围墙，把耶稣排在他们认定的标准之外。他们发问的目的不是要了解真相，绝对不是要了解真相嘛？耶稣，你干嘛跟他们吃饭？绝对不是要了解真相，他们是要定耶稣的罪，宣告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这个就是宗教版的取消文化。我们再来看耶稣的邀请文化是怎么做的呢？耶稣的邀请文化完完全全展示了另外一种态度，他用行动给门徒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耶稣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深入人心的邀请。请注意，耶稣的动作是什么？他伸出了友情的手，邀请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耶稣他走进去他们中间，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一起同桌吃饭。这就是这个部分，耶稣邀请马太的原因。耶稣他有没有爬去圣殿最高的地方？他有没有隔着很远，对那些罪人说：“你们不干净啊，你们有罪啊！”他是怎么做？颠倒哦，他是主动先找上了抽税的利未，就是使徒马太。他走进去利未的家里做客。在那时候的文化里，跟人贼的跟人一起坐席吃饭，代表很 close 很亲密的关系哦，是接纳与和好的意思。耶稣有没有要求你要先去洗干净，你要先去沐浴更衣洁净自己呀，你要乖一点，我看到你好行为，我才要跟你吃饭。颠倒过，耶稣是先邀请他，先带他进入这个关系之中，然后再怎么样，他自然就改变了。耶稣，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所作所为，正是让马太改变的原因？但是耶稣不是要求，耶稣是因为他邀请人进入关系，马太生命自然的转变。所以，当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行为提出质疑的时候，耶稣意味深长的回应了：有健的人，在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是为了招聚义人，不
不是招聚罪人。这句话我来是为了招聚罪人，不是为了招聚义人哦。这句话点明了耶稣的邀请文化重要关键是什么？是要将那些被社会取消的人带回来上帝的恩典之中，因为我们的邀请使他们的未来从无限的可能性被人定罪成单一的死路，而又重新的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就是邀请文化最重要的精神。透过真实的对话和关系，让原本已经被踢了一脚、踢离上帝很远的人，也能够被这个社会、被人重新来接受，回到恩典之中。所以对耶稣而言，没有哪一个是不能够挽回的对象。他愿意给每一个人接受恩典、重新的机会。这种主动，我们来走出去，主动开启对话的模式，就是耶稣立下的典范。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是耶稣大使命的权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复活的主他颁布了命令，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请问一下，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去，他不是说所以你们要等外人都会自己跑进来，不是，他不是说等，他是说去。这是一个什么？主动搬过这个界限的命令。上主的使命不是要我们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头，我们应该要走进去校园里头，我们要走进去职场里头，我们要走进去跟那些还有我们的观念世界观可能不同的群体之中，因为我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这个也是使徒替我们立下的典范。我们来想想看，保罗他做了什么动作吧？保罗的事工很特别。保罗的事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事工，他在雅典的事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如果是敌意或冷漠的知识圈，还能怎么做？当他到雅典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希腊神话不是超多神宗教吗？他的心里很着急，但他有没有选择谩骂或隔离？这些都不干净，我要离远一点。没有，他选择对话。不止在犹太会堂，他还到什么？圣经写他还到市集广场去跟人对话。在亚略巴古这个异教思想的中心他先观察，先聆听。他听到了卫士之神，他就以卫士之神做接触点，以此为桥梁，将福音的真理传给他们。所以保罗的榜样告诉我们，有效的见证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最后呢，耶稣用自己做例子。我们想想看，耶稣他不止与抽税的、与罪人吃饭。我觉得有一个在约翰福音的对话非常的深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我觉得非常的特别。他真的是超越了民族，他超越了宗教，甚至也超越了当时性别界限很严格的一个时代。他超越了多重的鸿沟来做对话。在当时一个犹太拉比主动去找一个被犹太人看作异端的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对话，你觉得可不可信？很难想象，这是超级不可思议的。但耶稣不但这么做，而且他是很有耐心，他也很尊重对方，他跟他展开了一场很深刻的神学对话。最终，耶稣赢得了他的心，还透过了他赢得了整个村庄、整个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高的典范就是耶稣。耶稣他用自身的教导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不是隔离，我们不是要把别人隔开，我们不是要筑起很高的墙，我们教会之后我们可以进来，我们是要去邀请别人跟我们一起成为我们的伙伴，将来一起能够一起能够同坐在天国的宴席之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今天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对立，我们世界充满了隔离，我们
有时候也不小心会忍不住将人贴标签，然后彼此攻击，甚至互相取消。主啊，感谢你不再一再的提醒我们，你喜欢的是怜悯，你不喜欢祭祀。主啊，求你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移开，将我们自己称作义的心移开，将我们的宗教眼光移开。我们愿意走出去，去实践那真正的对话，去接纳，去邀请。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柔软我们的心，不是带着审判的眼光去看别人，而是用着温柔的心去关心、去关怀，去站在那些受伤的人身边，去走出去当和解的使者，当恩典的使者。这个祷告是